气候变迁、极端气候是愈来愈严重，会对弱势民众影响是上大哦。资料嘛，显示讲极端气候未来逐冬可能会造成25万人死亡，毛2000万人哦，就爱搬厝，恐惊嘛会有路无厝。国家人权委员会举行国际研讨会，来讨论这个未来正重要的议题。 气候变迁毋但是减碳的环境问题，极端气候直接冲击全球人民的生命权、健康权、居住权，连免怎得到清气的水源、佮食物拢非常困难，引发人权危机。国家人权委员会22号举办国际研讨会，邀请各国的专家来讨论，要安怎伫气候变迁的挑战之下确保人权。国家负有责任跟义务，要减少环境的不正义。 要履行国家对环境和人权的义务和承诺，特别要保障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。法国专家引用统计显示，极端气候当年可能造成25万人的死亡，上会受到冲击的通常是社经弱势族群，包括身心障碍者、原住民、女性佮老大人。性别平权更加因为气候变迁的恶化。 极端气候嘛，互大的环境变歹，有2000万人可能必须要搬离家园。 80% of these people are women. This displacement leads to an attack of the rights of the climate migrants, in addition to the loss of their property, their housing. 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指出，去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，享有清气、健康、佮饮食的环境是一项基本人权。面对气候变迁的威胁，大家人拢有权利得到平等的保护。记者林正文、吴家宝台北报道。